市长，你喝也喝了，吃也吃了，现在要考试哦。要考试哦。吃饭还要考试，哇，要早一点讲。你先把东西都吃完了。我都快把东西吃完了。你看，市长真的是好宝宝。哇，鸡腿也吃光了。你刚不是留半只要晚上吃？太大只了，太大块了。不要紧，我可以吃一半哦，吃晚上可以继续吃。因为太好吃，所以留不到晚上就吃完。全部吃完了。可以了吗？那现在考试哦。好，市长，请问我们今年2020的台湾咖啡节，我们会在哪里举办？答案是一定是D，以上皆是。好聪明，好聪明。不怪是智商不是，我只是擅长考试而已。好，我们2020台湾咖啡节，什么时候举办？但是这一定是以上皆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多了，一次跑不完的。哦，你看这逻辑能力很好。好，我们这次的特色，第一，夜间开放；第二，咖啡创意料理；第三，我们有咖啡策展；第四呢，我们用露营风的野餐方式来举办。答案是，这一定也是以上皆是。答对了。不是，你一定会。游客去就要一次把它，就让他把钱掏光才可以回家。我这一定是这样的。来跟市长介绍一下，台湾咖啡节嘛，反正单笔消费买300元送500元的住宿晋级券，你看买300元送500，这行李敢没做，买300送500就敢没呀。住宿折价券。哦，住宿折价券。折价券，你可以订那个买300送500。3000元。哇，买300送500，这行李敢没做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有数位地图跟优惠票券哈。第2件半价哦，那还有呢，买1送1，买1000折100，民宿加码优惠，那就是在我们古坑的这些指定的店家。所以市长你要去的时候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去帮你找那个指定的店家。好啊，就上网台湾咖啡节去找嘛。好，好，这个算起来不错。不错哈。促销活动还蛮多的。台北市政府有很多员工哈，那请带员工一起来。不用了，他们自己假日就会跑去了。你那有放假？有了，我们放假很多了。放他们假。有了，他们都有放假了。我特别是送邀请函给我们市长。市长就是邀请函，邀请你2020台湾咖啡节。台湾咖啡节哦。对，我们整个的这个从11月开始，5656在幸福摩天轮剑湖山世界。那21、22、28、29都在华山国小绿色隧道。那包括长荣交响乐团，还有我们云林县的这些街头艺人，都在每一个店家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，而且有非常杰出的演出。欢迎我们所有台北市以及全国各地的乡亲，现在不出国了，赶快国内旅游，一定要到我们云林古坑来喝一杯最棒的台湾咖啡。市长，你赶快跟我预约我，赶快好好的邀请你。我们要定时间，而且这次的主题叫做黑色时尚，非同凡响。那夜间呢，还可以喝咖啡，享入非非。通常都是我回去然后都是我的女儿自己跑去的。他们不要爸爸跟了，妈妈带你去。不会，他们不要爸爸跟了，然后就自己拿着自己要跑去。这个比较事实的事。不过我已经吃完一轮了，所以我已经领略了。台湾咖啡节反正就是这样的。现在短期内我们也不能出国旅游嘛，所以在国内旅游。那国内旅游就有特色的地方，古坑我去过一次了，那个地方真的咖啡蛮多的，就是一个它很奇怪，我说台湾也不是咖啡的原产地总会有那个地方有种那么多的咖啡，它这个特色。所以我想詹县长也相当用心，你知道，把这个。就说去那里除了赏夜景，最重要去吃个咖啡特产。对，我还没有想到说咖啡可以做这么多食物，奇怪。你来，我还可以介绍你更多。阿嬷的私房菜全部搬出来。这个就是地方特色。好，这个加油。好，谢谢市长。
放假，给学姐放。有啦，他们都有排休啊，我没有那么烂的老板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云林喝台湾咖啡。